读册读袂晓，考试阁考袂了，学业的困扰，请认明文昌帝君代理人林冠生。烦恼囡仔的英文考无好，提升英文成绩上紧的方式，就是直接找负责管考试的文昌帝君代理人。I can teach you whatever。冠生英语。Yu-Gi-Oh! It's time to duel！ 举起你的决斗盘，甲冠生来一场刺激的决斗。有你了通，做咯，青眼白灵。其实我较介意乌酱米灵。上新的决斗盘，10月16，四界的卖场拢无得卖。敢会使甲我的迄个目睭插起来？哦，好。因为我是文昌代理人嘛，足侪学生上课拢咧看手机啊，要考试才找我喊救命。我就想讲，规气我开台互恁看，顺续甲恁教教咧，我的工课才会较轻松。10月16暗时8點，唔通放袂記，唔通漏交去，一定要記得來看冠生的《出海信》。